新年流流，樣樣都要講意頭㗎。想環保一啲，重用舊嘅利是封，市民都未必咁受落。我哋古老頭老咧，即係好意頭嘛，新噶嘛，全部要。舊嗰啲好多放翻袋度都搞到潮晒咁樣，甩晒色㗎咁咯。如果全部都用晒新嘅利是封，對環境嘅影響有幾大啦？環保團體綠領行動以每個家庭派90封嘅利是推算，全港每年就用咗1億8千萬個利是封，等同斬咗9000幾棵樹。佢哋最近喺領匯旗下50個商場設置利是封回收箱，鼓勵市民將收到嘅利是封回收再用。其實近年越嚟越嚴重，因為喺個社會上面有好多唔同嘅推廣啊，有好多可能一啲銀行啊或者其他嘅商戶呢都派發一啲新嘅利是封，咁令到呢個利是封可能即係越嚟越泛濫啊。咁所以我哋都好覺得推動嘅環保同埋呢個新年嘅同時呢，其實兩樣嘢可以一齊去做到嘅。佢又話會先篩選收集到嘅利是封，再捐贈非牟利團體，循環再用。